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等下祖先，我真正无对迄个查某囡仔安怎，恁知影着？也毋过所有的人拢唔肯相信我。等下祖先，恁一定要甲我斗保庇我会当洗清这个冤枉。若无，我互人讲我糟蹋一个查某囡仔的清白，这款的罪名，我陈建昌担当袂起啦。阿姨，伊安怎讲？安怎讲？我都还袂开喙咧吼，当去互迄个巴掌庙头家甲我赶出来啦。啥？你去互伊赶出来啊？是啊。但你是要安怎啦？后来一定足怨恨我的，我是要哪解释？伊才肯会相信我是冤枉的啦。你也无怪人会安尼啦。你想看卖咧？我赶到位的时阵吼，看到你甲迄个查某囡仔两个查某穿无整齐，啊倒伫面床顶的，你叫人安怎相信讲迄代志毋是你做的啦？阿姨，既然伊假使讲我有做啥物唔对，我互人拍，互人骂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无做啊，你是叫我要哪承认啦？上真来讲吼，保证派人散批互我，讲有人伫咧空厝咧等我，谁知影我一到位，一开门我就叫人讲昏倒。想袂到迄个查某囡仔是阿福的未婚妻，我咧想，这一定有啥物问题，有人要陷害我，有人要设计我的啦。阿姨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。建昌啊，你讲这话吼，阿姨是会当相信的。也毋过，你规身躯全酒味，人是会讲你酒后乱性，啊你要安怎讲啦？建昌，毋是讲阿姨爱讲你，你已经是大女人大女种的人，是安怎做到代志这么懵懂？你想看未？对方两个是即摆结婚的翁仔某呢，啊打一摆查某的，伊会千篇互你来糟蹋。你叫伊后摆面要哪举起来，出去生活是要哪过就好啦。阿华一直甲我当做一兄弟同款咧看待，今日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建昌啊，我该死，建昌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建昌，既然你是这话你家己，敢讲话你保证起你查某囡仔伊的亲密度当袂互我是？嗨，我甲阿华的感情。特别是敢若亲兄弟同款，我来先对伊的未婚妻做出这款的代志，我比亲像较不如。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。坦白讲，今仔日毋是讲我亲目睭看到，我绝对不敢相信讲你陈建昌今日会对一个查某囡仔做这种代志出来。你要去倒？我要去找阿华，我要死等伊的日头前，我要弄伊赔罪。想袂到你会做出这款代志，我一世人都看你袂起，我你！天公伯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机会？才开始想要做一个好家啊，好老母，今日都发生这款的代志，你敢袂感觉对我伤过残忍啊？天公伯啊，对我讲，是咱家做，这一切拢是咱家长造成的。少年的时阵，奇奇怪怪下脚人手袂记谱，这么老，讲去侮辱别人的未婚妻，想袂到吼，那查某囡仔的未婚夫，就是甲你敢若亲兄弟阿福啊！你通讲我吼，这就是天公伯下你的报应啊！咱家的子孙以后在外口，拢无面见人，这拢是你陈建昌伊就造成的。
今仔新娘衫真水，你毋知有介意无？要试穿看卖啊无？若无下输，我随摕来换。阿好兄，你敢真正要娶我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知影你娶我，是因为同情我、可怜我，想要弥补我。我毋是要同情你，毋是要可怜你，也毋过，我真正是要弥补你。我弥补你8年来对我所付出的一切。你对我遐好，我煞有好毋知补，毋知影要好好珍惜。你逐工咧替我烦恼，我煞把你的烦恼当作是我的负担，所以我要用我后半世人，好好来弥补你对我付出的一切。也不过，我已经，我无资格嫁你啊！芬妮，你遐尼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应该是我无资格通娶你。这件代志，咱拢总较放我袂记哩，好无？咱搁重新开始，快快乐乐，好好啊过咱的生活，欢欢喜喜，斗阵过一世人，好无？阿好兄，这敢有可能？有，只要你愿意，当然有可能。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有影伊，我甲安尼有够未？有够啊啦！你乖，明仔载阿好姐啊，甲芬阿姨就要结婚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啊！要毋过有影伊，我到即马还是感觉阿好姐较介意你呢。哎，你乖，唔通我白讲啦。以后芬阿姨甲阿好姐啊结婚，因就会生囝。不管是生查甫的，还是生查某的，伊这做这济，爱好好照顾因哦。哦，有影伊，啊你会艰苦未？对呀，阿姨足欢喜的。等这对鸳鸯枕头绣好，阿姨一定要互芬妮阿姨做一个全世界上水的新娘。阿红兄，你看这对鸳鸯枕头有水无？阿红兄，你明仔载就要结婚啊！你若无快乐，婚姻变哪会快乐？你阿公毋是有讲过？文玲，咱来讲阮阿公好无？好，咱莫讲你阿公，
咱来讲你，阿豪兄，你总算要结婚啊！这多年来，我知你一直在等我，嫌过。自明仔载开始，你就是有某的人啊！你一定要将我放袂记来，以后你的心肝内只有婚姻一个人。婚姻为着咱受着遐大的痛苦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伊，好好疼惜伊一世人。千万唔通当作是一种保障，一定要尽心尽力去照顾伊。范宁，你敢知影？阿豪爷，你若是愿意，我甲美娟以后嘛继续倒落来，咱四个人嘛是同款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。可是，你若无法度将我放下去，我就会将美娟带离开这个所在。阿豪爷，我爱你做婚姻的翁，做伊一世人的翁。这对温柔枕头，就当作是我对你的祝福。我把这对枕头摕入来婚姻看，看有介意无？阿爸，你讲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。我即马听你的话，我要娶婚姻。我毋望，我会当替咱自家传宗接代。阿爸。我安尼做，你有欢喜无？文英，志良，你看清楚，这个查某已经无资格做你阿爸。文英，志良，你唔是我阿爸，你唔是我阿爸。文英，你卖叫我，卖叫去，你真心，我这世人都卖分，我好你。文英。我啥物话拢无做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啦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冤枉的啦！
我是我老，不要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什么代志拢无做，我是冤枉的，所有人拢有人误解我，干那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袂使冤枉我，我一定要甲你解释清楚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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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约束不甘放袂记。今仔日我就要甲芬妮结婚啊！我一定要照顾伊一世人，疼惜伊一世人，好好来补偿。为今仔日起，也就是今仔日，我甲文英的这段情，嘛要做一个结束。我袂用搁再去想伊，去爱伊。文英嘛有可能孤单一世人。今仔是我阿华一生中上重要的一日。两个查某人，我拢袂用辜负你。也毋过我一定要放弃一个，明知我对文英放袂落手。也毋过，我一定要选择婚姻，我一定要娶伊。婚姻，你是全世界上水的新人。